大家好，歡迎返嚟移居必知愛爾蘭，好耐都冇更新啦。2025年第一炮，我哋會講下求職。咁到底喺愛爾蘭求職有乜嘢要注意呢？好，首先我哋嚟講下愛爾蘭熱門嘅求職網站，第一個叫做 irisjobs.ie。irisjobs.ie 呢個求職網站係愛爾蘭最老牌、最知名嘅求職網站之一，涵蓋嘅範圍有金融、IT、客服、教育、醫療等，可以依照工作嘅類別、城市、資深嚟篩選。第二個網站係叫 jobs.ie。jobs.ie 咧係以餐飲、旅遊、客服、零售等前線或初階職位為主嘅，適合啲啱啱起步又或者想揾短期合約嘅兼職者。第三個網站就係 LinkedIn， 相信好多人都有呢個 LinkedIn account， 呢個係求職界嘅 Facebook。大量嘅國際公司咧都會喺 LinkedIn 入邊刊登呢個求職，例如 Google 啊、Meta 啊、TikTok 啊、Amazon， 因為呢啲公司喺愛爾蘭都設有 office， 咁你可以標註緊自己喺愛爾蘭住緊啦，有簽證啦，即刻上班啦，咁更加容易俾啲獵頭搜尋到你。第四個網站叫做 Indeed Ireland。Indeed Ireland 咧係一個跨國整合型嘅平台，匯集咗本地或者外國企業喺愛爾蘭嘅職缺，咁你可以揀返你想係做 remote 或者 hybrid 嘅工作。第五個咧就係愛爾蘭政府工嘅網站，你首先要登記咗，然後你先可以申請相關嘅職缺。愛爾蘭政府工個網站係 www.publicjobs.ie， 咁係愛爾蘭政府機構，例如 HSE 啦、Revenue 啦、教育部嘅職缺集中地。咁語言要求可能都會比較高嘅，但都有一啲職缺咧 ，admin 或者 support 咧就比較適合呢啲非英語嘅母語者。第六個網站係 CPL Jobs， 呢一間係一間獵頭公司，幫僱主去揾員工嘅。咁 CPL Jobs 咧係大型人力資源公司啦，代啲公司去徵人才啦，尤其適合你係揾啲 IT 科技醫藥類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揾呢啲行業咧，你可以先註冊你嘅履歷，然後等啲 agent 主動去聯絡你。第七個網站咧係 Hays Ireland， 都係獵頭公司嘅。Hays Ireland 咧係國際獵頭公司，咁喺 Dublin、Cork、Waterford 都有據點，咁比較適合揾啲中高階層同短期專案合約嘅工作。第八個網站咧係叫做 Euro Language Jobs， 係就住你本身所講所識嘅語言去揾工作嘅。咁 Euro Language Jobs 咧會針對多語言嘅職位，例如粵語、國語、德語、西班牙語嘅大型平台。咁愛爾蘭好多間嘅客戶服務中心啦，例如 Apple TikTok 都會喺呢度揾人嘅。第九個咧網站咧係專門介紹 remote job 嘅平台。如果你係想 work from home 或者係 remote 嘅話，呢三個網站就啱你啦。佢仲有一個網站咧係特別針對啲可能需要照顧家庭想再出返嚟做嘢嘅女仔求職嘅。咁仲有一個網站都好重要嘅，佢叫做 Glassdoor.ie， 係專門查看啲公司評價同埋面試經驗嘅。所以如果你收到有邀請 interview 嘅話，你可以上去 Glassdoor.ie 去睇下個 interview 嘅 question 啦，睇下啲在職人士點樣或者去評價呢一間公司。如果大家想要呢啲以上嘅求職網站資料，記得喺 comment 度留言 job， 我就會 send 返俾你啦。今集就去到呢度，記得 like 同 share，多謝晒，再見。